1974年，一群由外國學成歸來嘅學者成立咗學生時代雜誌社，及後易名為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。最初成立呢個學生時代咧，就希望透過雜誌咧，就去傳送一啲新嘅事物同埋啲新嘅科技信息咧，俾學生嘅。咁後來發現到咧，香港嘅學生咧就好少睇雜誌啦。咁我哋咧就有少少宗旨改變，就係透過呢個科創嘅培訓啦、科創嘅比賽咧，就希望將呢啲信息咧帶俾學生，嚟提升香港喺科創同埋呢個科技嘅普及。為咗促進中港兩地嘅科學交流，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喺1998年首次承辦第9屆全國青少年發明創造比賽和科學討論會。2003年，協會更加成為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香港區獨家承辦機構，並於2004年起帶領香港代表赴美參賽，多年嚟培育唔少星之子、星之女。協會於2006年成立科學創意中心，舉辦各類型嘅活動同埋比賽，例如科普講座、工作坊等等。而早前更加舉辦咗大專生挑戰杯比賽，得獎者將會代表香港參與全國賽大學組賽事。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一直為香港教育界提供咗好多元化嘅服務。一方面咧係透過一啲嘅培訓計劃，另一方面我哋透過一系列嘅科學比賽，可以培育青少年嘅呢個方面嘅人才。包括我哋主辦咗3項全港最大嘅科技比賽，承辦4項全國最大嘅科技嘅比賽，同埋承辦6至7項全球最大規模嘅科技嘅比賽。今年適逢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踏入第30屆，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將會再次承辦全國賽，讓世界各地嘅青少年互相交流。下一集我哋將會介紹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，記得留意啦！